即马大选要到，国民党侯友宜是搁再提出青年买厝政策，讲40岁以下买第一间，15万以内会当大全部免头期。今仔民众党的郭文哲是创一个网络节目，要对侯友宜甲赖清德每日一问。另外一边，赖清德是话讲，守护各人各族的海群户，袂互阻挡国防预算的人入去国会。选举就要到啊！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抢攻青年票，提出青年买厝政策，针对40岁以下信用无重大问题、第一摆买厝的人，发出贷款额度上悬1500万之内，用专业贷款免头期款，按过有摆付价转卖限制，前5年只要付利息，而且补贴0.5%，5年了后利息是减半倍。就是希望在青年购买的过程当中。第一个头期款不要付了，头期款真的不要付，由政府来跟银行担保你的头期款。侯定也表示，即卖申请按贷款有无够的所在，恐惊有查办记录，所以提出主题政策要欠选民。谢谢，坚信小金小姐，金孙还是台独龟孙。好，大家小心给一点空间哦。民众党国民党特别接受媒体专访，不过郭定也初次就开始加强空战。KPTV 节目初次第一摆上线，炮口就先对准哪里？请问国民党，你们积欠退休党工9.8亿，为什么到现在不还？在美国政府已经明白的宣布不支持台独的状态下，请问你这位台独金孙如何继续？务实的推动台独。郭台铭表示，拿着对辩论一定会拖到最后一秒，愈接近选举，效性就愈低，会对侯友宜甲赖清德每日一问。拒绝韩国瑜，团结护国会。民进党赖清德定也是话声，唔通互阻挡国防预算的立委进入国会，佮点名国民党无分区名单排第一的韩国瑜，要伫国会出群，佮诉求民进党爱国会过半。对于如何守护台湾未来的民主与和平，对于如何为台湾的未来创造希望，赖萧配准备好了，支持民进党国会过半，为的是要让民主大联盟过半。赖清德特别下晡要去宜兰为党籍立委参选人优待城市，也要为赖萧配继续求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